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上主，基督救你。人嘅口渴，於是那時候，百姓在曠野裏非常口渴，要在那樣心啊！請大家前來，我們要向上主歌舞，齊向並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榮而歡躍，望得不叫人主，你確實是世界的救給主。我一點水喝。那時耶穌的門徒都到城裏去買食物。今日係四旬期第3個主日。剛才嘅讀經同埋福音，者同埋代父母聽到自己嘅名咧上前。黃慧玲、陳嘉怡、馮燕林、曾振才、尹仲升、蔡子傑、各位在場嘅兄弟姊妹，我哋嘅後世者需要大家嘅祈禱同埋支持，好使佢哋徹底認識罪惡對人嘅傷害，而且渴望獲得天主子女嘅自由。各位後世者，你哋要依靠天主嘅德能同埋佢嘅慈愛，勉力離開罪惡嘅控制。現在請你哋跪下，表示喺天主面前嘅懺悔。願後世者時常把天主聖言保存心中，並日漸深入體會聖。今天後世者在你面前，誠懇地打開心門，承認自己的過善會，我哋咧成立咗已經有67年㗎啦，一直咧都係將傳揚福音啦，同埋教友培育咧作為我哋嘅宗旨使命。咁喺過去嗰60年嚟咧，我哋一直去求變啦，去配合時代唔同嘅時代。